现代台语版圣经马可福音第13章，耶稣对圣殿出来的时，有一个门徒对伊讲：“老师，你看，这么大地，建筑物这么堂皇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伫看这个大的建筑物哦，伫这个拢会受拆毁，拆甲无一块石会踏伫别地顶面。”耶稣伫橄榄山顶面向圣殿伫坐的时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甲安德烈私下甲伊问：“请甲阮讲，这代志什么时会发生？这一切的代志得要完成的时，有什么兆头？”耶稣就甲因讲：“着谨慎，才免受迷惑。有真侪人会利用我的名来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来迷惑真侪人。恁听到战争以及战争的风声的时，毋免惊，这代志一定会发生，毋过终局还未到。因为民族会起来攻击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真侪所在有地动，有饥荒。这个代志不过是吹阵痛疼的开始。恁家己着谨慎，恁会互人交互议会，伫会堂受鞭拍。恁会为着我的缘故，徛伫总督甲君王的面前，对因做见证。毋过，福音一定着大声传互万民。因甲恁掠去交互法庭的时，毋免先烦恼要讲什么。迄时恁得到什么指示，就照安尼讲，因为得讲的毋是恁家己，是圣神。兄弟会出卖兄弟，互伊死；老爸嘛会安尼对待囝儿，囝儿会起来攻击爸母，甲因害死。恁会因为我的名，互众人怨恨，毋过忍耐到最后的人会得到救。当恁看到迄个可恶的毁灭者徛伫毋应该徛的所在，读的人着明白即句话的意思。迄时，伫犹太的人着逃走去山内，伫厝顶的毋通倒来。嘛毋通入去厝内摕物件，伫远年的毋通转去遐外衫。伫遐个日子，有神人的甲互婴仔食恁的妇人人非常不幸，着祈祷这代志才免伫冬天发生，因为伫遐个日子得要有灾难。是对上帝创造万物以来毋捌有诶，将来嘛袂阁有。主若无减少遐个日子，无人会得到救。毋过为着伊所敬诶选民，伊已经有减少遐个日子。迄时，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看，基督伫遮，也是讲恁看，伊伫遐，毋通相信。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惊新约技术若话动，连选民都要甲因迷惑。着谨慎，我已经将一切拢先甲恁讲啦。伫迄个灾难过了遐日子，日会变黑暗，月袂发光，星会对天顶落落来，天顶的光体拢会摇逝。迄时，人会看见人子充满大权能，甲阳光齐云来临。伊会差遣天使对四方、对地的即边到天的迄边，注入伊的选民。着对无花果树学习，其不义发晓的时，恁就知热天得要到。亲像安尼，恁看到这个代志发生的时，
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门口啦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世代还未过去，这一切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关系遐个日、遐个时，无人知，天顶的天使毋知，囝嘛毋知，只有爸知。着谨慎，着警醒，因为恁毋知迄个时刻什么时会到。亲像有一个人要出外，将权交互仆人，分配工作互逐个人，搁吩咐守卫小心固守。所以着警醒，才免即家的主人忽然转来，看到恁伫困，因为恁毋知伊什么时会转来，是黄昏还是半暝，是天要光还是日出的时。我甲恁讲的话，嘛要对众人讲，着警醒。